为到解决中国住客屋含有甲醛嘅问题，经济部票检局伫处验检材过后，表示无问题。因检署伫调好检本屋过后，停停出摆环保人员来入批。经过28点钟嘅连续监测空气品质，就确定入批住客屋都无有甲醛。218对中国送到屏东嘉东乡的200所住客屋，里面是传出有甲醛，所以无人监收。为了证明入到住客屋无问题，220日检本屋做好了后，环保署的人进入批。经过28点钟的连锁监测，环保署确定无验出甲醛。检测的结果，我们在两个状态之下嘛，就是在通风跟未通风的状态之下，那在甲醛是全部都是零检出。同时，环保署要对种非法性有机化合物做监测。通唔通风的情形下，有机化合物的总值总还系建议测3 ppm 的机合配。不过到通风了后，监测测比标准还较低，未无对人体有害的物质。普通海液排放的废气其实总还比建议测3 ppm 还较高。我们预期的结果就是说，我在做了16个小时的状态之下，连最热的状态中午的时间已经都过了，到下午2点得到的浓度只剩下3.5 ppm， 所以我们合理的推估在24小时之后，它是不会再超过3 ppm 了，那也就是合于我们的室内空气品质的标准。经过很多层的检验，中国的住客屋确定无危害人体的物质。环保署同时呼吁安尼带居民同半夜的政策也保持通风热热，我长时间同出门关秘密，这是大家安心。客家新闻7分之刘文辉特别报道。